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喜欢今本日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本日啦，乡亲朋友的小介伊，既然非常电影下非常有意思，非常冇简单嘅数点拍如同，连名都非常嘅有意思。佢哋嘅數点嘅咪講偷假吼，佢有一隻可以數點嘅夢想。不過咧，一路行下咧，其實非常嘅辛苦。係馬莎咧，而家當後生嘅偷假係馬莎潤發分享機。嗨，大家好，我名謝榮花，我在師大開書店。耶，分享潤發吼，鄉親朋友一談到潤發opening 開創嘅時間講下，是咪知道？誒，其實成日冇還會講到以後哦，咁講嘅腔調談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強融，有一些冇強融，你就得到大家小解下，你家下講嘅還會係咪㗎？還會嗎？我媽媽是印尼山口洋咖哩曼丹的人，然後在那邊會有一群客家人。他講的客家話有融合一些印尼的話跟荷蘭話，什麼都有。對啊，你有在山口洋住過嗎？有，大學的時候有跟我媽回去一趟。好，因為山口洋只是東島嘅客家人，所以你走以山口洋嘅時間要談到幾多度？明唔明講客話嗎？全部都是。對，那阿金談得是嗎？談得是啊。你動強嘅，你因為我跟我哋係啱讓你講下，你咪知道動緊張嗎？有啊，很緊張啊。放輕鬆，放輕鬆。其實吼，大家談幾家係樣小解釋咪啲講，其實佢係女媽媽係來自於山口洋嘅客家人，不過你從小從細讀到台灣台嘛，所以其實做啲談的是愛講嘅人係講，做啲談的是其實也是因為湘西在以山口洋在談到，不過最重要嘅事情係因為有一擺家婆，外婆到台灣。然後你跟他相處了，然後你相處2-3年，然後突然間你就好像聽得懂了這樣子。就是比較流利。以前我媽也沒有逼我講，但是她都會在我面前就是會跟阿姨啊什麼的都講客家話，所以那時候就聽得懂。對。但我外婆她是完全不會其他語言，所以我要跟她溝通，我只能用客家話。哦，真的？對。其實聽說唐公因為安用英語還去參加公讓比賽。你真的很可愛耶！你就去參加公讓比賽了，好搞改。我那時候就是老師問我說誰是客家人，誰會講客家話，我還很認真的舉手，然後就去比賽，結果我嚇死了，因為我小時候不知道客家話有分很多腔調，所以因為我是5年6班，然後我前面有很多班級嘛，我就想說完蛋，為什麼5年5班、5年4班人講的我都聽不懂，就那個腔調都軟軟的。後來就輪到我的時候，我也只講了像剛剛那3句話，然後我就就下台了。然後你就這樣離開了。對，但老師知道線上定義講的係有山口洋改片改腔調，就老師也不是客家人，他也不知道。然後其他的同學說：“你不是說你很會講嗎？因為說謊。”然後我就說：“你們都不懂。”那你怎麼辦？會覺得很委屈嗎？委屈到都委屈嗎？說你們都誤會我了，你都誤會愛嘞。也還好我是個心比較大的人嘛，就是完全不會難過，就覺得說就不一樣啊。對。其實鄉親朋友，因為基本一朵流浪之前又讓榮發打這鼓一下，榮發真的是一個只是一個動貼片嘅誰模。我覺得你有一個我覺得跟永華相處會從他身上讀給他幸好昨天講述都動，我覺得有一個很正的一個能量，可是可以感覺到，如果讓佢打嘴鼓，還未起到佢進行一件數量非常的辛苦哈。用英講，你等下好好的講佢嘅數量，先講到佢講客家話。所以你在家裡會吃客家菜嗎？都不哈？天天吃啊，印尼口味的，印尼口味的。對。因為一聽到台灣嘅客家菜冇賣口味，不太一樣。你覺得你起到最大嘅特色係乜嘅？會加很多印尼的香料，比如說，就是我媽炒菜可能會加薑黃粉。哎呦，對，然後就她炒個高麗菜，就是台灣人好像很少會加薑黃粉，她就會加。然後還有我們過年的時候是吃南洋咖喱。就是綠色的咖喱啊，然後那你媽媽什麼時候會做？你媽很會做菜嗎？都會煮菜？她很勤勞，她每天都做菜。然後我想說，哇，做菜好累哦，就是她怎麼會每天都想做？
但他就是每天都那你妈妈过年的时候，狗年世界会煮冻豆吗？很多。那我可以去吗？哎，不行，他比较因为看图片也是走在看到冻豆你妈妈做的菜，这看起来真的很美味耶。对啊，这个是哦，这个好吃。这个是什么？客家的酿豆腐。你知道台湾嘅客家妹妹做客家嘅那种豆腐？我知道。豆腐地不读薄牛。对。所以你妈妈也会。对。可是她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印尼的香料读地读。她就是有说她一定要用印尼的胡椒粉。哦。所以她就是很常有听到谁回去印尼，然后她就说帮我带胡椒粉。哦。然后是那种胡椒粒。就一颗一颗的，然后她再用我买给她的贵妇人，就是每天这样滋这边打。好棒哦！虾米啦、小鱼干啦，这个东西没黑，好容易听出来变的。你讲去汉也还有客家面，我觉得冻长德哎，你是不是应该让妈妈一起来上我们的美食节目啊？她可能不太懂吧，就是。发通告，當然咁個學而家正式嘅進去到幾屆正式嘅前日吼，幾度嘅市台嘅附近開了一天，細間嘅書店咪講非常嘅細間最重要嘅係租書，要不後來少嘅係你嘅書店。我的書店嗎？就是傳統的租書店，但因為了活下來嘛，所以就是辦了很多藝文的活動，比如說。會辦講座啊，然後邀請一些作家，然後還有就是因為現在為了活下去，然後想要開發新客源，所以就會跟當地就是我們附近的幼兒園就是合作，然後請老師把一群小朋友帶到我們店，就是教他們怎麼逛書店，因為現在小朋友不太理解圖書館、書店跟租書店，就他們不知道租書店是什麼，所以有教他們。没有错，因为在他们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一出生就要谁改红，记得是立马改住宿，爱改烟台。我们那时候很流行漫画店，所以我哋请到最去到漫画店去住漫画来看，不过你下其实死嘞，尤其大家都看田哦，看田子改送品，哈。但我们就是店里除了小朋友越来越少之外，就是老人越来越多。哦，真的？对，每天都有。看武侠伯伯啊，然後租言情小說的媽媽們，所以也有就是做一系列的活動。哈哈，唔講你頭先翻講咪遲到幾個點非常嘅鬧嘢，唔過大家要發現冇，呢少改嘅世界一直說為了要活下去，為了活下去，你現在每個月花了這麼多租金，可是可以打平嗎？走得打平嗎？按翻農啊？怎麼辦？就是要去銀行貸款啊。真的是躺贏了。那為什麼要讓什麼東西讓你這麼堅持？買個東西不你按堅持，夢熊。我不想要讓租書店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對，因為我從小就是在租書店長大的。你為什麼從小在租書店長大？就我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間租書店嘛，然後你上學的路上也會碰到2家，所以就是我每天必經之路，我每天的 SOP 就是回家。然後去租書店租書，對，帶回家看，對，帶着我看。所以你從小是動好看書，你看了很多書，你看什麼書？滿法術。對啊，漫畫書嘛，然後再就是小說，小說類型都看，對，都看。所以你被很多的書滋養了你的長大，對，什麼？你真的很愛書哎，動好看書哎。可是書也等於是救了我。對，怎麼說呢？就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可以看書啊什麼的。所以你心情好看書，會幫你心情變好。就逃離一些世俗的煩惱。哈哈，你就沉浸在書裡面的文字、故事、地圖，所以幫你心情好。所以我昨天講你係應該動好看書，動好看書該什麼？你知道書對住宿店係一個時代的一個。我覺得它是時代的經歷，就像時代的眼淚，可能都連韓國越來越少嘞。你希望，你一直希望這個在這個社會上還可以存在，走在順財。是啊，而且所以你就每個月都沒有賺錢，然後開2間住宿店，係嗎？係啊，是這樣子。是OK。那其實我講到兩片，尤其係2幾年，疫情過後，到兩越來越難做了。疫情的時候當然很難做嘛，就是那時候2點都要不能群聚，
对，就是每天都要看陈时中开记者会，然后就看他的足迹有没有双北有没有人就是到书店或者图书馆，结果没有，都是去家乐福啊、Costco 啊、Seven 啊，就从来都没有到我们租书店，就是我们租书店是很安全的圣地。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有滚动式的规定说，就是营业场所就是加店员不能超过5个人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规定客人说，我们满5个人，你可能要出去，然后他们就会生气。对，好讲到，因为刚才润发讲到好像动轻松哦，其实大家伫解段时间对佢来讲，其实数量第二系无存钱无经营哦，其实非常嘅辛苦。不过聊下其实已经够有活动，亦还系坚持，还有嘛嘅梦想，还有嘛嘅故事，你聊下，等下常来讲。因为小介一个类似营业三口让介客家人唔过佢哋推翻台界开了一间书店，生意唔系非常介好，所以要当到介发红。最重要嘅目的是希望讲除了在社会地图建起佢嘅梦想，乜嘅梦想，希望还係有在实体嘅书店，大家还是可以去租书店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感人，不用解释。就知道他会很困难，因为等下台价都不下看天戏，尤其是俩几年竖屏剧的短剧非常改动，台价都紧看，那变成一个现在的风潮，他们是变得很好少人来看的。先来讲一下，一开始可以了解数两个世界是你的梦想，可是妈妈不崭新，那怎么办？就那时候就是跟他说我想要顶下来。然后他就会说：“现在谁看书啊？没有人看书了，那个都已经夕阳了。”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想要。”然后我就说：“我都没有要结婚，就妹妹结婚的时候，你都给她钱，就赞助她，我也要。”然后他就说：“哦，那就先去求签。”等一下，这个感觉比较像是你赞助妹妹结婚的钱，就像你赞助我一样，因为反正我也没有要结婚。对，我就说，我说我要公平，就是我还在地上就是滚给他看，就是撒娇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是我希望你去就是我们家常拜拜的那间吕洞宾，然后就叫我去求签，然后说如果有上签的话，我就答应你。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没事，就是经过啦，我就去求。然后虽然有时候是求到中品。我就没有拿给他，可是求到上，我就会放在桌上，然后就是给他看，然后结果他买菜的时候经过那边，他就会拿一张中品或者中下或者下，然后就放在那边。所以那2、3个月，就是我们2个就是不停的去求签，然后就像游戏王一样，就是不停的就是把手上的签给他，然后他也会，他现在还有留着，他还在上面写日期，就用原子笔写，然后最后就是。这样也不是办法，所以他就说，那我们2个约1天，就是一起去，然后你要在我面前就是连续求3个圣杯，然后再求一张上签才可以。结果那一天就是真的，就是我跟神明拜托，然后我就掷了3个圣杯，还拿到上签，连续3个圣杯。对，很妙的是就是那边那个吕洞宾庙原本有一只小橘猫。然后我去的时候，他都不太理我，就因为我就太常去了，所以我那时候在磕头的时候，就那个猫还一直过来就蹭我的头，就已经熟到这样。然后我妈还问我说：“你是不是乱许愿？阿华，你不要乱许愿，你那个愿不要乱跟神明许，你到底讲什么？”我说：“哦，我就是说我不想要发大财，你让我发个小财就好了。” OK， 我说他就让我3个圣杯了。然后我妈就说好，那就去，所以就去了邮局，你知道，然后那个人就一直以为我是车手要诈骗我妈，因为我妈就是整个人也很慌乱，就想说我怎么会，她眼神就颤动，你知道，然后那个人就说，就是你是他的，我说我是他女儿，然后他就是明显不相信我，还拿身份证，我说你看这是我妈，然后他又问我妈说，你女儿就是要。这笔钱干嘛？然后我妈说她要在师大开书店，然后那个人就说哦，书店很好，书店很好，就给我钱。好可爱，好有戏剧画面哦。而且那时候就是我妈
给我钱之后呢，他还叫我就是用 A4 纸，就是写那个还款计划，就我每个月要还给他多少钱。可是我没有还他，就是我前1、2个月顶下来的时候有还他一点钱，后来就碰到疫情，然后我就没有还他钱。好，那个 A4 现在还在吗？那一张纸还在，就是还在，但是我没有还他钱。会啦，以后嘛，为了上班呐，慢慢翻。就对我现在的策略就是，像我被邀请来节目，然后或者是有时候被邀请去讲座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有点车马费。然后等一下，我们的通告费可以提高一点。然后我就会就说，这个给你。然后我妈就说怎么会有钱？我就说哦，就是我今天有参加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就会很开心。哇。我觉得这个我不太敢看永华的脸呢，我蛮敢看他的面呢，因为他讲到那种东方一小秘密，你讲来看他的眼睛，你的眼睛会有什么？感觉上好像就是水汪汪的一种感觉会有。哦，是隐形眼镜啦。对，今天为了上电视还戴了那个自然的放大片，让黑眼珠大一点。非常漂亮，非常改讲。不过其实虽然讲到一方面，不过其实大家嘅压力动态，你老妈妈嘅压力存动态，因为你有啲哦，可以见点吼，因为它不是摸新本哦，因为伊见点嘅注金是非常嘅高，他家系上下度性别也好，推别也好，伊见点嘅注金非常嘅多，所以其实我非常嘅敬佩你，我真的非常的敬佩你。谢谢。好，我觉得因为这个坚持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这个坚持对大家来讲，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安样嘅环境。所以我们来说一下，所以其实你看你显出一非常嘅东西，你有嘛？比如说你还跟幼儿园合作。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前面，比如讲，像我看到俩是嘿，我推介书，地图打开来都是小朋友的留言。对，这就是你跟幼儿园合办的一些活动，什么是怎么样的活动呢？比如讲，就是我有跟幼儿园、国小，然后国中跟高中还有大学都有合作。就幼儿园的话，是因为我妹妹就结了婚的那个妹妹，就是刚好生小孩，然后她小孩就是生在疫情这个时候，所以她一出生就是玩3C 平板，没有在看书。然后因为我每天都会跟她视讯，所以我都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就有说，她幼儿园有一个活动，就是每个星期二老师会带小朋友去一些机构或是爸妈上班的地方，然后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就是我跟老师联络，然后希望小朋友来租书店，认识书店是什么。那因为老师也跟我们一样，就是从小就是喜欢看漫画，所以他就说好，然后就带了小朋友来我们店。哈哈，对。那你觉得小朋友又不应该让你觉得很棒的回馈吗？蛮可爱的，也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显然是家长本来就有在看书，所以他就是大概都认识什么《间谍家家酒》啊、柯南那些的。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里没有在看书的，然后他也会就是翻书。然后我有跟他讲说，那个书要轻轻翻，因为我事前有问老师说有没有什么想要宣导的。然后他就说他们的那个阅读区小朋友都很暴力，就是会丢书，所以我就说就是小朋友就是书要轻轻的翻，然后他们就是有些就听不太懂，然后就开始一直亲书，狂亲，然后我就说哇好可爱，对，轻轻的翻，轻轻的翻，然后我可能意思哈。我还有跟他们讲说，就是书要怎么保养嘛，就是想说要把那个种子，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种下扎根在他们心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个书会有书虫，所以要保持干净啊，然后不要太潮湿。那刚好就是我们书店很潮湿，所以就会有就是衣鱼，就是那个会吃书的。然后我也没有清，就在墙上，所以我说你们要看，就是跟恐龙一样大的衣鱼，然后他们说要，然后我就一个一个抱他们去看，因为那个衣鱼很高，小朋友很爱，然后我就抱了30几个，就很累。大家有起到矛盾，你看佢系按眼睛来做两件事情，系我系从刚开始为好俗气，但是我们一个按样要牵传嘛，就是摸牵的。对，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一种服务，从嘛，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可以接近书，这样子，做在看书哈，又可以大家都看电视产品，世界大家动少又 give 在专注看书。真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大概看个2页，我就没耐心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好。
对，所以就是有在逼自己看书，联谊都被影响了。对啊，就最近都会一直在看那种悬案讲解啊。好，我们讲到了，因为都听到故事嘞，你还自己设计吉祥物，对，是给，其实是朋友设计，就是以前我们一起打工，然后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哦，店里的那个招牌有够丑的，因为那时候是第一代老板自己画的，然后画的很恐怖，就是恐怖谷的感觉，就是它像鹿又不像鹿，像人又不像人。然后那时候就有说，哇，要是有一天我把它顶下来的话，你要帮我画。然后果不其然，就是我真的顶了，然后他也遵守他的诺言，就是没有收费，然后就帮我画了一个吉祥物。对，所以你还做了贴纸。对，哈哈，就小朋友喜欢贴纸嘛，所以就看到小朋友就会发。你不是没赚钱了，没赚钱呢？就本来想要卖啊，但是雄心壮志订了很多，可是都卖不掉。然后就有做活动啦，就说你是不是喜欢贴纸？要给你就给他。你这样子要怎么赚钱？就还好，就因为也没有要结婚嘛，然后妈妈又很爱我。我各种朋友，用心朋友，你们台干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像说我嘛该都会赚钱，因为我担心机改数量为基佬刚才讲叫伊退款，交杂张也该税金，所以我哋要动手理机哦。不过好讲到俩，其实你们也有自己的动报，去改刊物，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在看刊物，还是有啦，就比较少。对，所以你们的刊物如何？传递著书的知识啦，提供给故事啊，从毛，而且里面还会有长辈来写自己的故事，对吗？就是我们会访问他，对啊，然后反正那时候疫情就没生意不好嘛，然后他们又是从早做到晚，所以我们等于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我每天都会看到他，可是我可能会不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说，可不可以访问你？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好啊，然后就问嘛，所以就问到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蛮可爱，就是有一些是数学教授，就以前我在。就是比如说结账啊什么的，然后扣他钱的时候，他就是对数字很敏锐，就是说不对哦，就是打5折不是这个数字。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机车，然后后来就是算一算，就觉得他说的没错，然后就一问之下，原来他是数学教授，就退休了之后就是看武侠小说，然后他有一天还就是那时候就疫情没人，他就这样。就看一看闭目养神，然后我就经过他，我就很怕，因为老人家，我就很怕他突然就是死在我们店，所以我就会看到他就是到底就是肚子有没有在起伏，然后我就这样一直盯着他，后来他突然就说，我昨天想了一整晚，我说想什么？他说我觉得你要涨价，然后我说哈，他就说我在这边就是内月1本15块，我觉得太便宜了，他说你要涨到20，就是你才会就是收支平衡。然后我说哇，你用数学教授的头脑帮我想了一整个晚上，就是想这个吗？他说加5块钱，那你后来有涨吗？有啊，20。对，我告诉你，我觉得你要涨到25，你信？Q？我觉得有点，我刚想了很久，最近有在涨一点点，但是北北的武侠小说还是维持在20。你看，非常嘅感同意，係咩都有意思。好，嘅數量還有乜嘅發同了解，你等下陣再來講。所以佢可以嘅數量吼，唔過佢上棟都冇用嘅發同，所以節目講到其實還有邀請長輩了解佢嘅故事，然後佢嘅故事寫起來變成你們的動報的一個內容，受歡迎嗎？受歡迎嗎？受歡迎啊！哦 ，OK， 不過我們在講安永你還有讀聚會，讀劇本嘅會，這個很有趣耶，一般數量冇可能有安永嘅會議，哈，那是什麼？其實我本來也不懂。是因為我的店有很多劇團的人員，然後你也知道，就是劇團不賺錢，跟我一樣不賺錢，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兼很多差嘛。然後他就說，那可不可以跟你借場地？然後想要做一個讀劇會？有租金嗎？
因为是自己人，所以那时候都没有收租金。你看我一直在问这个，都在意有没有？但后来就是因为剧团，然后也会有一些朋友来看，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这个场域很特别，租书店什么的，然后所以就是会有来问借场地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哦好啊，可以借这样，就是赚一点点钱啦。但没有太多啊，所以台大是会读该片一起去读剧本，对，就是读剧本，然后再加一点动作什么的。然后刚好我店员的就是太太就是写剧本的，然后他就专门写一个编剧，对，他就专门就是写了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租书店。然后这一张就是当时的那个海报，然后他说这个人是我。就是他把我画的这么瘦，我真的很感谢他。等一下，那个剧本有做成什么事吗？就是在我们店里，就是有几场读剧会啊，然后有售票什么的。对，哇哦 ，OK， 很赞呢。我们在讲一谈过，还有他大概展览，对吗？对，就因为我跟朋友聊天嘛，然后。我就不自觉会透露说我家吃什么啊，或者是我妈妈的那边的习俗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就说那可以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展，就是向大家介绍，就是在印尼山口洋这个地方有一大批的客家人，然后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他们的使用的客语会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就有结合漫画、小说还有电影，然后我还有邀几个作家，就是写料理相关的散文，然后就是把它集结成一个小志。哈哈，所以很美丽，他点读感觉有一种很奇妙感，染粉染都在都客家人。对，哈哈。然后很妙的是，就是我就做了一个那样的展，那。很多客人我都不知道他是客家人，他们是发现怎么标语是客家话，然后所以才觉得说这个很有趣，不然就是以前我办展，他们都就是只看自己的书，也没有在理我的展。可是现在会理你的展，偶尔啦，就是人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对，你看客家人是很容易，因为你冇讲唔对，係講你對的時候，我咪客家人特別容易，講我也是，什麼就以前。我有另外一个店员，就是他是苗栗的客家人，然后就虽然他讲的那个叫做什么四线腔，对，比较软一点，然后我听不太懂，但是脏话都是一样的，就是客家脏话一模一样，只是我的山口洋腔比较硬，然后他的比较软，然后我们就会凑在一起，就是会用客家话，就是讲客人的坏话，然后又有一次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讨厌鬼就是又来啦，什么什么，当然是更脏的话。然后那个客家人就这样，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客家人，他就这样一直盯着我们。他说：“你们怎么会在柜台讲这么脏的话？”他说：“你们两个是女生呢，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哇，你也是客家人哦。”然后就开始骂他客家脏话，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后来就是我那个店朋友，就是他妈妈从苗栗上来找他。然后结果他说快，谢永华，你对我妈讲那个山口洋的客家话，他说很硬，然后我就对他妈就是讲了一个很脏的话，然后结果他妈就哈哈哈就一直大笑。你们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果真你去求签有意义耶。对，你说那个求 Q 到俺都改呛讲做的实发出，其实大家会发现哦，其实基改片係一群。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群很特别的灵魂聚在那边，希望可以做一些动就引你改事情。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有趣啊，就会吸引很多有趣的人。我觉得真的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不过讲到两片，其实哈，一定让大家来讲，你可以按好树丛吗？因为当家树会坏胎，其实书是会坏掉的，会坏胎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保养书籍，什么？对，没错。因为我们那边的客人很多，所以很多人都看书习惯不好，就是看书就看书，可是他们看书就是喜欢吃火锅，所以就是。等一下，你里面看书可以吃东西的？没有，他就是借回家嘛。然后从租书店抽，就书就被烧掉。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吃水饺或者吃面，然后喝咖啡看书，然后手又你知道老人手就抖，就打翻。
哦，对，回来就是都没有处理嘛。如果紧急处理的话还可以，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紧急处理，就会拿吹风机吹书啊，就是好心办坏事，就是书会爆炸。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学习，然后再来教他们。那你可以教我们吗？走去告你台干。如果万一你今天就是打翻饮料在书上弄得湿哒哒的，就先拿卫生纸或厨房纸巾把水给吸干。然后吸干之后呢，你再拿干净的纸巾，就是一页页的夹，就是夹着吸它的湿气，再拿很多重物，就是砧板啊或者是书啊，就重压它。然后尽量让它阴干，不要直接拿吹风机吹它。OK。因为书是那个纤维嘛，所以它如果水分急剧的收缩的话，它就会 Q 起来，就会凹凸不平。对，就让它慢慢的阴干。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办了很多修书的工作坊，然后都有请他们填表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书会泛黄，会有点点黄黄的什么的。然后，所以我也有针对这块，就是有学习，就拿双氧水，就去药局买的双氧水就可以了，然后再加酒精，然后1比1，就是弄一弄，再一个一个去点它，然后是有用的，还就好，不能马上见到效果，但是就是你想到就去点个4、5天就会淡掉。咱问你哦，像恁较记得住宿专去看，专门甲世界甲树非常甲养虫，比如讲，师兄你讲的，你可能吸盘啊，是买东西不投入中毒，那怎么办呢？那些书它就这样玩你哦。对啊，就是然后下一个客人打开，所以里面就有投入感味头。对，而且还有很多范例啊什么。最夸张的是，有一个阿姨，她就还书的时候，还是说你这本书很恐怖。然后我就想说，他借言情小说哪里恐怖？我说哈，恐怖在哪？然后我说里面有鬼吗？他说很可怕。他说你翻到最后一页，然后我就翻最后一页，里面全部都是头发，而且那个量很多，就是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就是上一个客人他可能看书的时候不自觉拔头发吧，然后就拔超多的，就是多到我觉得可以做巫蛊，你知道去。陷害他之类的。等一下，你说的我都起鸡皮疙瘩。我那时候还有拍下来，我觉得太可怕。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几本书就是很多头发，然后我就去交叉比对，看到底是谁租过那个书嘛，然后就发现那个客人，然后我就因为那客人他就有点神经质，就是他很敏感纤细，然后我就说，就是你看书的时候啊，就尽量不要拔头发。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啊什么的，对，哇塞！但其实他戴假发，就他头发拔到他却戴假发哦，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头，就是我说不要拔头发。我觉得你这里真的可以写一个剧本呢，你里面有铁豆改故事哎，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以好好的讲，他一定都有自己人生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对不对？对。太有意思嘞，好，所以讲到两片，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当有其实两代讲係去講安樣嘢，現在還有當到其實人較解回饋啊，比如講，市場係你家下講到而家數學嘅教書，佢就安樣解回饋，現場還有非常多小朋友不應該回饋，所以你辦了按都該發通。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覺得你在這裡也認識了很多的朋友。對，就我朋友很少，然後我的朋友現在都是在租書店認識的。不然我都沒有朋友，因為都在看書。然後我的朋友就是都是我妹的朋友。都係妹妹的朋友。對，父母你解明發鐵道嘅故事，其實還有動到嘅題目，還蠻讓你好好的講聽。你可以再來一次嗎？再來一次，我要講什麼呢？我會想辦法，好冇？不過講到啦，其實佢很有動到嘅故事，就對到大家來講，最尾係希望所有嘅鄉親朋友，其實你要好好的記起從潤發安樣嘅嘢，好好的記起佢嘅數點，好好去改變住宿，好好去改變判法度，好好去改變發簽，好，所以非常感謝你今日來到兩邊，謝謝你，斯蒙尼。好，安子生，感謝你。好，到兩邊咧，要將所有嘅鄉親朋友更好的做論堂了。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添雜，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添雜分享出去俾大家哦。